达的执行长黄仁勋，大概来台湾拢带动旋风，讲这礼拜可能会过来，会来参加 AI 机器人的展览会。Like the guava？ 好笑好笑。你敢是要塞啊？呀，很棒很棒，苍蝇头的是一定要吃的。这是无价袂使。讲无价袂使 ，AI 龙头敢是卡数好心头。惠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听讲，这礼拜会过来台湾，较无3个月，又搁大驾光临，是为什么？风声讲是要参加8月2开始的台北国际自动化的工业大展。目前，伊的私人飞机停伫洛杉矶，还看袂出动静。不过，台湾的机器人类股已经无平静。顶礼拜开始，机器人的概念股一直起。均和罗升智胜一礼拜起伏拢超过25%，是讲今日一开盘开悬有惊价，过热有优惠整理，专家嘛提醒投资人，面对这本益比较悬的类股，爱细致。I'm sorry, I'm late。虽然黄仁勋无的确会来台湾，不过 AI 热和惠达正抢市。接下来是下半年要出货，甚至到明年。整个市场是供不应求的啊！你看它的毛利率是78%，没有一家 IC 设计公司它可以毛利率这么高啊！其实像台积电说我要涨价，黄仁勋都说 OK 啊。Hi, my name is Sophie。惠达进军机器人的领域，上幅外界期待是基础的模型将引进机器人界面理解自然语言，并且透过人类行为来模拟动作。袂当互人规碗捧去，所以讲外国媒体的报道讲，南韩 AI 晶片设计新创公司签订合并协议，希望讲1+1比2较大，会当影响惠达伫 AI 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。无希望讲全世界 AI 大战无变面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